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内政部长林佑昌新官就任，要安怎来解决掉治安的问题，是伊第一道的难题。日前，新北市三甲因为行车的纠纷出现着救棒队，就是野球棍啊共喊车。台北市嘛出现着类似的案件。昨半暝，新北市的南口，阁有人野球棍啊共撞车。这个救棒队试牙拢无咧惊半人，只要袂爽，棍啊牙出来就是讲，就是喊。这到底要安怎来解决呢？内政部前部长徐国勇过去有提出办法，讲针对这个有暴力、有帮派背景者，若查到有诈球棍啊，就甲点油做记号来管制。新就任的部长林佑昌来回应讲，新方法不如是好办法。所以民众就真期待咯，唔知影林部长要提出着啥物款的好办法。报名时间，新北市南口街仔路有真侪穿乌衫的人摕棍仔伫咧喊车，去网友惊体讲，经典赛还未开始拍，热身赛就先上场。拢是因为行车纠纷，为新北市三甲到台北市大安，新北最近定发生喊车的事件。有球棒就会那个警方都会给他相关的助手器。我想有新的方法，不如是好的方法把它落实。新北警察加强临检，最近新北市特别针对炸棍仔的人，拢会加甲问讲炸这要创啥？讲实在要调查这无这么简单。警方搜查车辆，如果在车里头找到了球棒，但由于这样的物品根本就不属于管制物品，也因此，即便你是要带去寻仇，警方也是无法可管。目前是有收到一把折叠刀，和浸泡弹药、刀的物件比，球棍仔算是非管制品。那法办的警察伫咧民众使用球棍仔是准备要犯罪，警察认为伊会去伤到别人，或者是民众无正当理由炸，就会当依小违法改送办。还有前科，或者是说有一些犯罪的案例的话，那是不是应该就对这类的人就是特别就是对多注意？这是一个很中性的东西，就是不一定可以拿来伤害他，它还是有它正当的用途，所以警方也没有真的办法去这样子遏制。暴力的事件一件接一件传，过去前内政部长徐国勇就要要求背景爱调查详细。即马林佑昌免怎解决治安的问题，嘛正做新上任好一条难题。嗨，我是印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